歹势吼。大家好，大客阿嬷因为吼，我住大客，我为大客来，我阿嬷都嘛是大客人。那大家要转去，拢会开电话甲阮阿嬷讲，阿嬷我要转去大客，你有欢喜无？阮阿嬷就讲有哦，然后吼。就真欢喜，就是我想讲有一寡灵感，就是用阮阿嬷的故事。我有内底歌词内底有写讲，阮阿嬷20岁的时阵，就叫阮阿公，差不多阮阿嬷生9个，囡仔拢大汉生囝儿啊，干那孙妹嘛咧准备啊，我想要甲这条歌写写的，嘛知影讲我嘛真为着阿嬷疼惜的心情。然后甲讲，大客阿嬷，我爱你，我想你，我会当体会你的用心。内底歌词就是这个意义，我的灵感就是安尼来的，安尼会使无？对。